点按右边3个点可以储存至媒体库，你看，储存至媒体库了。优秀，但是不完全都是正确的，也要有智慧判断呢。有时候可能是像二元对立的，也避免无神论，可以参考干净世界，这个不是中共的学者的话，原则上应该比较不会无神论的，顶多二元对立。要得三宝心化了，才会阴阳对立啊。